我相信咧健康嘅飲食咧仍然係幫到大家，所以我會分享我最近呢幾個月嘅一啲調整之後嘅一啲飲食狀況啦。我下一次嘅 CT scan 會幾時？咁到時大家就會知道我呢種飲食啊，保持正面嘅態度，咁就會睇到我幾個月之後 CT scan 嘅報告咧，咁就知道個效果如何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Jean，我係一個癌症末期嘅病人，我喺冇食標靶藥、冇做化療、冇食中藥、冇做免疫治療之下，身體係穩定地康復中。我相信梳理情緒、保持正念，可以令到身體越嚟越好。希望我嘅分享可以幫助到大家。咁已經過咗好一段時間，其實都冇分享我嘅近況係點嘅。咁雖然上次有一個反思就係講緊我俾醫生講完試過8粒嘅標靶藥之後，咁有一啲調整啦對飲食。咁我覺得都係時候可以 update 下，其實我最近一啲嘅飲食係點樣啦，同埋我嘅身體狀況嘅轉變係點樣嘅。首先講咗飲食先啦，其實飲食咧對於我嚟講，我話要增加多啲嘅優質嘅蛋白質啦。其實我而家每日咧會食多咗烚雞蛋嘅，咁起碼食3隻烚雞蛋啦，最少每日。咁希望可以提高多啲蛋白質，而我嘅白血球嘅指數咧都最近咧係有提升到嘅，見到嘅驗血報告。咁我相信亦都可以令到我嘅免疫力再繼續增加啦，亦都係之前我反思之後覺得我要調整嘅一啲飲食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其實我繼續飲甘筍汁嘅。咁但係咧，甘筍汁裏邊咧，我有少少調整，因為咧，我發現咧有時我啲皮膚咧會有少少橙色乾嘅橙色嘅咁樣走咗出嚟。咁我飲甘筍汁之前都係份量比較多，我話差唔多去到1 lit。咁我而家可能咧就會飲少啲，我可能飲500 ml 度啫。咁盡量都係維持每日有500 ml 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因為我肝係都有1粒嘅腫瘤啦，1.7 cm 定1.8 cm。咁我而家咧，其實我隔1-2日到啦，我都會飲一次鮮榨嘅西芹汁嘅。咁份量都係500 ml 左右。咁原因好簡單啦，一嚟西芹汁都係講咗抗氧啦，亦都可以令到肝可以再好啲啦。我相信咧西芹汁咧可以幫助到我，所以咧我都係會有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而家我都習慣咗每日嘅朝頭早咧都會繼續飲翻檸檬水嘅。咁因為都係肝嘅問題，因為檸檬水同西芹汁咧都係可以令到肝再好啲嘅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由上次反思咗之後咧，我一直都每日朝頭早都有飲檸檬水嘅。咁西芹汁可能都係一個禮拜可能有2-3日我會飲西芹汁啦。咁而甘筍汁咧係因為最近呢1個月到見到身體皮膚都有啲少少橙色嘅嘢走出嚟，但係又冇乜特別嘅，純粹係喺皮膚有少少一啲橙紋，一啲橙色嘅紋走出嚟。咁所以我覺得咁可能飲得太多，咁都唔緊要，因為我相信我自己飲食可以繼續調整到，所以就甘筍汁咧，我相對係減翻個量就500 ml 左右。除此之外咧，其實我喺4月份我先開始真係每日食1粒嘅晚期荷爾蒙藥嘅。雖然之前講過話想食翻，但係都係嗰段時間都有啲忙，同埋心理都係覺得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想靠食藥。咁但係去到4月份，啱啱4月份嘅開始咧，咁覺得有種嘅心裏邊嘅聲音就其實不如你食翻荷爾蒙藥啦咁樣。咁所以我都覺得好啦，咁我就食翻啦咁樣。咁無論各方面都好啦，呢個其實我都記得翻我1年前嘅3月中開始咧，都係先開始食，咁到6月再睇報告。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嘅，到1年後我都想再嘗試一次，就係我而家4月1號開始食啦，當我咁而家都會盡量每日1粒嘅晚期荷爾蒙藥，再保持翻之前頭先同我哋講嘅飲食啦。同埋而家仲有啲咩咧？就係食多咗菠菜啦，希望繼續提高翻我嘅優質嘅蛋白質，令我嘅白血球指數再高啲，提升翻嘅免疫力啦。咁我相信其實我最近嘅驗血報告都見到上升翻。因為咧，其實我下一次嘅 CT scan 係6月16號，6月16號。我繼續保持翻而家我所講嘅 pattern 嘅飲食啦，例如夜晚。咁可能就係以烚菜啦，或者食魚為主。朝頭早咧就飲檸檬水啦，1-2日就會總之飲一次西芹汁。甘筍汁盡量都係保持每日有500 ml 嘅甘筍汁啦。咁然之後中午可能我有時都會補一啲 cottage cheese 嘅。
咁但係我唔係每日食，我都係睇翻天氣。咁而家天氣回暖翻少少咧，咁我就可以用 cottage cheese 再加啲藍莓啦。咁啊，平時就係食生果，食唔同種類型嘅生果啦。咁啊，夜晚就會菠菜啊、油麥菜啊，咁啊再加蒸魚啦咁樣。我想咧就係由而家我呢個飲食開始去到6月16號咧，咁啊再睇一次我嘅身體個效果係變成點。咁我相信都係正面嘅。其實我一直都冇同大家講，即係喺我1年幾前咧，其實我一直都行動不便啊，又臥床啊，成日都行唔到啊，又要做行架啦。咁其實咧喺我依大半年嚟講咧，我都係要面對咩？就係當你身體喐唔到嘅時候咧，其實你身體裏邊個肌肉啊同啲筋咧係會慢慢收縮嘅。咁而我再喐得翻嘅時候咧，亦都唔會好似咁快，好似正常咧，突然之間覺得啊，即係好健康啊，好強壯，並唔係，而係好多因為收縮咗咧，我係要去做一啲舒緩嘅動作嘅。可能有少少輕度嘅按摩啊，舒緩下翻啲肌肉，跟住自己去再做一啲少少嘅動作去強化翻咧，咁你相對嘅效果先好啲。咁而我自己都需要，我都會之前咧，其實我即係脊椎又喐唔到啦，盤骨又有好多位置啦。其實因為當你長期喐唔到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個由腰啊到個盤骨到隻腳咧，其實有好多度真係血液運行唔到咧。嗰段時間係積聚咗好多阻塞喺度，所以其實呢大半年咧，我都面對咗好多其實有時行到時好時唔好嘅。咁啊，我覺得都係要分享翻，因為我希望所有touch wood 真係同我一樣有骨癌嘅人，其實之後過到慢慢好翻之後咧，就係要仲有一個好長嘅，仲有一段時間要去自己去護理自己嘅。咁所以我都會想盡量分享翻俾大家聽。咁而呢樣都係我面對緊嘅一件事，因為真係哇！之前行唔到，到行得翻就好似正常咁樣，又跑得又跳得。咁當然我已經唔係啦，因為脊椎仲有幾節扁咗。咁而我始終我都係仲係面對緊唔同始終身體有好多唔同嘅部分，同埋太深層啊有多。咁所以咧，我係唔同時期咧都係發覺隻腳有時提唔起啊，或者係唔係好方便喐到咧，咁又要疏通下推翻鬆去啊啲筋骨啊。阻塞咗啲淋巴等等嗰啲咧，咁我隻腳先可以喐得。咁其實基本上呢大半年咧，我都不斷係喺呢個 cycle 度循環緊，有時好啲，有時候差啲，有時候好啲，有時候差啲。我仍然係都會想保持住行到就行，但係真係行唔到時就休息。咁我要推翻鬆佢咯。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下你哋嘅近況俾我聽。我知道好多同路人其實都有一直大家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勵緊啊。咁啊，如果你可以分享翻你個近況有咩進展呢？可以喺留言話我聽啦。起碼讓我知道大家都係踏上一個康復之路，大家都係越嚟越好嘅。我覺得速度我唔心急嘅，最緊要係一直穩定地向上發展。咁我總有一日一定會全面康復，而大家都係一齊身體健康。咁今次分享係咁多，多謝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